當肥胖症患者嚟揾你哋求助，你哋會提供點樣嘅減重療程啊？嗱，我自己嚟講啦，多數會先了解咗個客人或者病人嘅飲食習慣先，去盡量貼近翻佢原本食嘢嘅模式。咁好處係咩？等佢冇咁容易反彈，因為嗰個改變唔大。咁然後啦，再從佢原先嘅熱量攝取，去減翻可能大約500卡路里度，或者再多少少。你哋點樣斷定呢？個過程係點樣做呢？嗱，通常我就唔係淨係睇個體重嘅，雖然大家話我要減肥減磅，但係實際上啦，嚟到係幫佢做咩咧？係管理翻成個嘅脂肪比例。咁所以多時我會主要集中喺成個體脂整體嘅皮下脂肪要下降啦，同埋另外嗰個內臟脂肪都希望幫我哋改善到嘅。如果咧有超重又或者係肥胖嘅情況出現咧，千祈唔好靠節食或者係斷食去減重喎，因為唔單止唔長久啊，仲會有機會反彈，嚴重嘅話仲會影響埋身體健康，所以有需要都係揾翻專業人士嘅幫手啦。